抵啦，咁大隻蟹，得份嘅啫，多份都冇啊180得唔得啊？做唔到啊，呢做唔到啊，冇蟹啊，係得份嘅，可能外幣嗰份蟹。係啊。呢啲有冇高㗎？有白膏，但係冇紅膏。係。嗰個就230。晒埋魚啊！有斤幾嘅隻蟹？幾大隻？買埋魚啊！南蟹都係200，南蟹跟中間嗰份即係南蟹啊，得份嘅南蟹。藍蟹有230，你白蟹蟹腩有一隻腩，有冇皮片嘅？有埋魚啊！睇埋錢先，個皮呢份有180，呢份細料1蚊，你請大隻嘅都唔得嘅，送大料嘅，大料啊！你可以自己翻工就得，你唔讓你都得，呢份細料㗎，180，嗱入嚟10蚊份，先抵地。